呢一集會講解2017年 DSE Geography MC 第13題。喺幅圖入邊，你會見到有嚿石同個地分開咗，佢個名就叫 Stack 海蝕柱。我會當佢為 Erosional Coastal Feature 侵蝕海岸地貌嚟做。選項一 Long Fetch 吹程長會增加海浪嘅能量，令到嚿石爛得快啲，所以選項一啱。選項二 Shelter Location 位置掩蔽，但係呢種 Erosional Coastal Feature 通常喺 exposed 嘅 location，例如 headland 度。唔知都唔緊要，但你見到幅圖佢係四面環海嘅，證明佢係一個好突出嘅地方，冇俾其他地遮住，所以呢個 Stack 海蝕柱嘅位置唔會掩蔽得去邊。選項二錯。選項三 Presence of Lines of Weakness 該處有弱線。Lines of Weakness 就好容易俾 hydraulic action 同 abrasion 整爛。最後尾呢個 Stack 同 mainland 就分開咗，因為中間嚿石爛咗，所以選項三係導致 Stack 嘅因素。選項一同三啱，答案係 Boy。